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夢回養髮家琪姐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，你每一次染完頭髮要幾耐先可以將啲化學毒素排走晒？3日、30日，定係3個月呢？你以為每一次染完頭洗3次頭髮就可以洗乾淨？我話你知啦，嗰啲殘留喺頭皮上面嘅重金屬呢，3日洗唔走，30日都排唔走，甚至可以喺你頭皮入邊留低至少3個月以上。你染完頭髮喺染嗰陣時呢，聞到一陣好攻鼻嘅味道，嗰啲係金屬味，就唔係香味，係鹽同其他有害物質揮發緊。你夜晚勾頭皮，指甲入邊嗰啲黑掹掹嘅污糟嘢，亦都唔係未洗乾淨嘅染髮膏，係重金屬同頭皮垃圾嘅混合體。仲得人驚嘅係，你用熱水洗頭嗰一瞬間呢，呢啲重金屬就好似細釘一樣，順住你打開晒嘅毛囊，鑽入你頭皮深層。如果你年輕呢，新陳代謝快啲，或者仲可以勉強排走少少。但係如果你過咗30歲之後呢，身體嘅代謝開始變慢，染一次頭，呢啲化學殘留隨時可以留低3個月以上，1年染10次就係2年半，等於日日你同你個頭皮打入毒素。想了解多啲，點讚關注啦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